女人打开古董首饰盒，随即一只生动的蝴蝶突然飞出。看到蝴蝶的那一刻，女人竟有一种想跟随它的冲动。此刻房间里的壁纸也产生奇异的变化。转眼间，罗恩来到了2楼，他在桌子上看到了之前凭空消失的恶魔项链，而罗恩似乎是忘了项链的凶险，想都没想就将它戴在了脖子上。这一幕恰好被家族里的管家撞见，原本和谐的表情立刻变成了惊恐，因为当初罗恩的母亲就是深陷其中才遭人暗杀。与此同时，老黑正在查询梅菲尔家族被诅咒的命运，他发现家族每代掌权的女人都有镇压项链中的恶魔的使命，可这些女人最终又都会签下契约与恶魔为伍。晚餐时，管家一反常态，硕大的餐厅里只有他们2个人在用餐。借助祷告的时机，管家拿起蜡烛点燃了四周的壁画。此时罗恩才看明白，老太婆这是要和他同归于尽了。但这时罗恩已经深陷泥潭，所有门窗都已反锁，而暗中的恶魔一直没有出手，因为他在等待最佳的时机。急忙赶来的老黑为救人突然撞开大门，不过他也恰好撞到管家的刀尖上。如今老黑的重伤让恶魔确定了出手的最佳时机。He's already mine. 但阴险的恶魔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，2人反倒是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刚才的刀伤也消失不见，如今的他们就像鱼一样，只有7秒的记忆，彼此进入了死循环。唯一的区别是随着循环的次数增加，老黑的刀伤才一点一点的开始体现。直到老黑握住那带血的刀，他才想起刚才所发生的一切。眼下他们必须去医院给老黑治伤，可大门被恶魔施了法术，根本就打不开，就连其他门窗也犹如焊死一般。而此时罗恩的身边又出现另一个老黑，罗恩一脸蒙圈地检查着对方的伤势，难道刚才是一场惊悚的噩梦吗？楼下重伤的老黑也看到负责保护女巫的前辈，但此人不是已经失踪几10年了吗？前辈奉劝他千万不要爱上恶魔的女人，那样你很难活着离开老宅。如果老黑死在这里，就会像他一样成为这里的游魂。 Is that what happened to you? What happened to you? Don't die in this house. 看到不用戴手套的老黑，罗恩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恶魔的障眼法。在这一刻，对方也瞬间消失。恢复清醒后，罗恩放弃保外就医，立刻找来能用的东西，准备就地给老黑缝合。毕竟自己就是一名医生。老黑觉得如今这种三角恋的关系，恶魔是绝对不会让罗恩救活他的情敌的。情急中，罗恩只好答应恶魔和他签订契约，但前提是要给老黑留一条活路，放他离开。转眼间，老黑被传送回到了他的组织，组织里拥有治疗术的牧师首先将老黑的伤势转移到自己的体内，然后再从伤口里吸出那把凶器，这才保住了老黑的小命。画面回到老宅这里，即使答应了恶魔的要求，对方依旧没有出现，而是给罗恩准备了一套母亲当年穿过的衣服。等罗恩换好衣服，恶魔才出现在他面前。为了打消恐惧，恶魔与罗恩跳起了舞。罗恩发现对方似乎很了解他，就连自己爱吃的蛋糕口味他都知道。其实罗恩从出生后的一切回忆，恶魔都了如指掌。为了让罗恩尝到权力带来的快感，之前要杀他的管家突然定格出现在半空。恶魔表示对方的生死仅在他一念之间。 I want her down. 管家恢复清醒后，恐惧的萎缩成一团，而恶魔也失望的离开。但古宅的诅咒依旧还在。不过管家说他知道另一条可以出去的路，原来他口中的出路就是从天台跳下去。罗恩万万没想到，管家居然恩将仇报，反过来要害自己。他觉得老太太天生反骨，不能再留，毕竟自己又不是东郭先生。 恶魔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最终，恶魔的目的是达到了，此地的诅咒也消失不见。罗恩带着恶魔项链离开了这里。难道他已经和恶魔签订了契约？那契约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